高铁伫咧中秋连假最后一天，运量创下新高。这台中站的自由座拢客满，排队就要排1、2点钟。说来就是这双十连假咯，台中站也甲这加票口入去了后，以下全部超开，方便民众排队。另外会用车红灯会方式来显示各个各车头呢，这人是多也是少，互民众来推算这排队时间。另外，高公局也表示，讲这连假头一天车流量是平常时的1.3倍，民众要出门就要加注意挂。都还未开始放假，台中高铁站人道塌甜，赶伫国庆连假前，希望会当坐到高铁早一日回乡。那一天真的很夸张啊，就整个不是排到外面去嘛。对啊，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还好，因为带小朋友就要余度要抓比较大。自己的时间要自己抓一下，不要那个太晚出来，就来不及。顶一届中秋连假，台中高铁站站内站外人排成长，差不多拢是要坐自由座。高铁统计，迄天有超过33.8万人要坐车，创下通车以来单日最高运量。也互这旅客等甲强要挡袂牢，甚至有民众讲，伫人真济的车厢内底跋一倒，所以骨折开刀。即届国庆连假，国家烟火要伫台中，高铁除了甲付费区的椅仔刷位，互人来排队，各位即马开始一直到11，伫网站要用订货方式提供各站即时人阵的资讯，互旅客通啊量早来处理。如果挤不上的话，那天我可能就坐台铁了。高铁坐不上就坐台铁。塞爆，可能还是只能开，可能还是只能开车，或是请家人来接这样。对，不然因为现场等小朋友也都等不住。黄灯预测排队会超过30分，红灯是会60分以上。连假期间，高铁原来会加开拢总190班来疏运人阵。若是公路交通的部分，包括国道1号、国道3号、甲国道5号，已经开始出现车阵。南向西部国道用路人要尽量在6点前或12点后出发。那国道5号的话，最好是在上午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，就是避开南向的车流尖峰。高速公路局表示，这届连假车阵会以旅游为主，而且头一天交通量上大，会达到120万8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时的1.3倍。建议民众若是规划出外的时间，一定要注意相关的管制措施，较袂塌伫路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